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的上尾一日，有和习近平见面。习近平讲，中美应该做同伴，毋是对手。若布林肯离开中国进前，有开记者会，伊批评中国提供军用品去侵略西亚，害俄乌战争未收煞。伊阁指控中国少想要影响美国的大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个月来第2摆访问中国，最后一个行程就是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两国应该彼此成就，毋是互相伤害。45年的中美关系历经风风雨雨，给我们不少重要启示。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习近平阁指出，中美应该求同存异，毋是恶性竞争。国爱言必信，行必果，毋是讲一套做一套。不过布林肯登去美国之前开记者会表示，若中国无停止向俄罗斯提供用来攻击乌克兰的物件，华府会采取行动。President Putin is using to invade a sovereign country, to demolish its power grid and other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to kill innocent children, women, and men. Russia would struggle to sustain its assault on Ukraine without China's support. 伊指出，中国是机械工具、微电子产品甲消化纤维素上大供应者。这产品是制造炮弹、火箭推进剂甲其他军民两项物品的关键原料。别说过在用这物件强化自身国防工业基础。中国外交部是批评美国对中俄经贸正常往来无端指责是虚假甲不负责任的行为。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和当事方，我们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向中国甩锅推责，解决不了问题。另外，布林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时阵表示，虽然北京一直表示未干涉其他国的内政，不过美国已经看到中国是要影响可能干涉美国大选的政绩。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